来继续来看艺人王大陆，因为卡到闪做兵的案件，今仔日第一届到新北地方法院来出庭。王大陆伫法庭来认罪，而且是国强道歉2届，对检察官所起诉的内容拢无意见。开庭的时间只14分钟。有被黑哥勒索吗？伫乌色帽仔翠暗，艺人王大陆野雨伞行入去新北电院。 随望进前来几啊摆，不过为着闪兵案出庭是头一摆，透早出门小可着急，连身份证都未记得查。最后法官斟酌王大陆是有名的人，身份好确认，才同意伊出庭。被囚刑1年会担心吗？面对记者提问，点点无要讲话，不过伫咧庭上却无共款。法官问伊要认罪无？王大陆虽认罪，阁徛起来甲法官激讲，煞尾越过甲旁听室激讲，诚心甲大家回失礼。规个开庭过程，王大陆甲律师无其他意见，干那用14分钟速战速决。会不会很后悔当初这样子？有要再道歉一次吗？ 伊伫咧庭上嘛讲，一直互单身主嫌讨钱，头一摆讨30万，尾啊补到100万，煞尾单身主嫌阁讨2摆，协商了后拢总纳200万，最后一条是汇款60万，拢总360万。不过单身主嫌正经讲，敢若收260万尔，是安怎差100万？法院会阁传2个人厘清。 是帮女友找黑帮查个股吗？闪兵的介绍比其他艺人加几啊倍，代志也较王大陆要是爱做代替役，即马互检方求刑一档，闪兵的效果真正是食酸啊吐露药，了钱搁了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